即马有真侪人会做医学美容，毋过爱特别注意，即国内有犯罪集团对112年开始，对中国走私设备削价背后20外件的真数，甚至有人牵狗啊招人客伫咧饭店，毋是由医生来操作，就替这人客来做皮肤的医学美容。警方初步估计，这侵权的金额有到10亿，而且依照医师法、商标法等罪嫌，甲12个人起诉。 几落批货物用电脑零件报关为中国输入台湾，不过海关接到情报资料，内底物件无单纯。拆开看，拢是医美用品，用伫香港店铺加美国银铺。警方发现业者无得到许可，非法走私来台。自112年开始，从中国大陆非法进口未经核准的医疗器材后，租借给多家医美诊所。 无论仪器还是镭射头，相关医美产品伫台湾拢有指定的代理商。所有犯罪集团涉嫌引进病俗品，也都是俗称的水货，甚至无排除牵涉到恐怖。侵权期待达到10亿，比市价更加俗，转卖予至少20外间诊所，也有连锁品牌。他们会私自破解、篡改他们的晶片，原本有使用次数限制的这些。 医美、探头耗材等变成可以重复使用。非法用材除了留去诊所，不法集团嘛变地下医美，有医美人员伫网络招人客，约伫饭店，无医师执照就违法地使用。莫讲产品本身可能有问题，警方嘛查出嫌犯偷改设计，互用一介的镭射头会当回枪无限使用。 凤凰电波它只能够打900发，可是破解版也许可以打个9000发甚至1万发以上。最差的状况可能就是我们做完之后它没什么效果。那在不稳定能量状况下，我们可能脸部会造成烫伤，或者甚至我们对颜面神经它会有伤害。警方调查专案，假作人客去搜证，即届掠到12个人到案，破解犯罪集团，依照医师法、商标法、诈欺等罪嫌以上，下一步要查清楚真相是毋是，我哪知影？记者采访报道。